38地產 Kenneth， 今日嚟到深水埗嘅曉盈睇個一房單位，面積係295尺。想體驗一站式購物娛樂？請訂閱 Six7 直播。想喺九龍西區揾上車盤嘅你，一定唔可以錯過38地產嘅頻道。鍾意睇試食同埋自我提升嘅影片，就要黐實一路升呢啦。想同深水埗嘅街坊互動，請加入深水埗關注組。你哋嘅支持就係我哋創作嘅原動力，期待喺線上線下同你見面。由恒基兆業發展嘅曉盈，係位於福榮街188號，係2015年入伙嘅。轉返左手邊，行返過去黃金電腦商場深水埗地鐵站，大概係5分鐘。轉右手邊，大概行6分鐘，可以去到長沙灣地鐵站。樓底係9尺7寸，原裝嘅斜放木紋複合地板。行前少少咧，見到擺咗個飾櫃啦。呢個位咧就擺個薄櫃啱晒啦，因為嗰個房嘅門口咧大概有尺半嘅位置啦嚇。擺個飾櫃最適合啦。轉左手邊咧就開放式廚房，好工整啦，一個長方形，擺晒呢個大眼仔嘅洗衣機，呢個星盤下邊嘅儲物櫃，一個單門嘅細雪櫃，連埋雙頭嘅電磁爐。台面咧都好闊落嘅。上邊咧有蒸焗爐同埋櫥櫃啦。客廳咧就都幾深嘅，算係幾闊落啦。擺咗個3座位嘅梳化，都算係有兩邊扶手啦，好鬆動咁樣嘅。餐台咧可以固定擺呢個位置嘅。同系列曉字頭嘅恒基樓咧，呢一個曉盈咧算係個間隔最受歡迎啦，最實用嘅。西南方向露台嘅趟門，遠望咧就係見到嗰個係 ICC 啊，即係九龍站嗰邊啦，同埋港灣豪庭啦。近啲玻璃幕牆嗰個咧係長沙灣政府合署嘅。呢邊咧望得遠啲啦。耷低頭咧可以望到對面 Campton 嗰個泳池啊，會所。福榮街嘅幾間學校啦，見到個鹹蛋黃啫嘛。套房嘅設計，可以擺到雙人床啦，仲有成2尺位嘅，即係你可以擺6x6嘅床都得㗎。當然啦，就留返啲通道好啲啦，唔使攞咁盡嘅。如果覺得唔夠大想留多啲空間咧，可以做埋上窗台都得。一塊清玻璃啦，右手邊可以活動開門嘅。呢邊可以擺個衣櫃同埋一個書台都可以。洗手間係趟門設計，偏方正啊。好啦，我哋睇到呢度，下條片再見啦。